首先，我们主要推出就是我们的田园餐厅，我们称它为阳光粮食田园餐厅，就是把造阳从土地到餐桌的这种做法，零碳足迹的餐点都给呈现出来，所以提供了很多选择，包括有火锅，有各种特色的料理，好让大家来品尝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有设计了相当多的体验活动。那我们的过猫呢，种出来以后呢，它的幼叶呢可以做我们的宴会的食用，以及你们做的过猫手卷 DIY 的食用，就是你们会做成手卷，然后自己吃。那它剩下的幼叶结束了以后，再就是老叶的部分嘛。那老叶怎么办呢？除了直接弄到土壤里面以外，我们也把我们的老叶可以做成我们的鱼饲料 DIY。我们将老叶取下来以后呢，可以做成就是打成汁。然后把那些残渣部分再次的进到我们的土里面，而那些老叶的部分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鱼饲料 DIY， 它就是一种循环经济的概念。我们可以一个东西可以用2次、3次，而不是只用1次。叫做造阳的斜屋顶彩虹屋乐园呢，那因为就是我们是结合了太阳能的场域，然后结合了绿能，结合了教育，结合了一些丰富的体验以及食材，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意象就是我们的那个斜屋顶的概念，然后来这边就是可以很好玩，然后有的体验有的吃这样子的一个。